然後眯埋眼就成功輕易除到副 con。多謝大家都留言話有興趣想知道我自己唔增加眼紋嘅戴 con 除 con 方法。記得細個睇啲戴 con 除 con 嘅教學都係咁樣打開個眼框然之後拎 con 嘅，但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呢一個動作每一次都會拉扯到眼周圍嘅皮膚，所以我嘅方法係完全唔會掂眼底嘅皮膚嘅。我唔想戴 con 嘅時候俾啲睫毛有機會阻到副 con 入眼，我希望一剔過戴到副 con。我自己係會用手指成排抬高個眼睫毛咁樣去打開個眼框，打開之後直接入，咁就戴完啦。好啦，到咗除 con， 同樣地都淨係打開上眼皮。我覺得咁樣抬高，即使會拉扯到上眼皮嘅皮膚，但係佢通常都只係會加深你已經有嘅摺痕，即係例如雙眼皮摺痕，你見到咧個摺咧係深咗。但係除 con 嘅時候要睇下自己隻眼乾唔乾。如果你隻眼太乾嘅話咧，可以人工淚液先嘅。我自己除 con 嘅做法係有少少結合咗網上視光師嘅一啲除 con 教學同埋零接觸除 con 嘅方法嘅，可以咁樣拎副 con 出嚟。但係如果指甲長，我就好擔心自己唔可以一剔過將佢夾出嚟。零接觸除 con 方法，我覺得咁樣去拉扯皮膚咧，都係我好驚有眼紋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嘅方法係打開眼框，眼珠望向鼻，指腹將隱形眼鏡帶向耳仔。而家個 con 咧就會喺眼白嘅位置，然後眯埋眼，副 con 咧就會跌咗出嚟啦。眯埋眼呢個動作雖然都有機會喐動到眼底嘅皮膚，但係我自己覺得唔係用一啲外力去額外嘅拉扯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我自己戴 con 除 con 嘅做法。但係如果對眼睛健康有疑問嘅話，記得要用翻專業嘅視光師。